我的天，一上来就是加尔 K 撞加尔 K， 两人都拿着最强棋手牌之一，简直是针尖对麦芒。Flop 6、7、10，翻到2张红心，西亚这边也是有一张红心啊，率先发起进攻，下注500刀，试探一下对手的反应。Nate 这边也是不虚，毕竟自己也是加尔 K， 加尔 K 不打是棒槌，毫不犹豫跟注，中牌一张红桃钩，我勒乖！西亚直接拿到4张红桃，而且差一张圈就组成了顺子，花顺双抽，这不得照吃啦？马上就下注了7K， 打了一个满池啊！如果屏幕前的你是 Nate， 你会接下这招吗？ Nate 虽然听顺，但是现在公共面上有3张红桃，自己的 outs 也不是很多，该如何抉择呢？好 ，Nate 最后还是选择了 4 弃牌，这里还是担心对手拿到同花，自己也是屁股一拍溜了。恭喜西亚美女连合牌圈都没有看到，直接躺赢，成功收持。